好，来开始。好。厝，这是第几条？哦，第3条。好，厝内的人，厝内的人讲，厝内这个敢若变调？厝内的人爱变调。厝内的人讲，着紧去，歹人要掠伊，伊国想传道避伫山，就招一个人做招一个人做阵下啥物？阳君。阳君是啥物？下阳君大汉。阳君大汉汉族。阳君大汉族。所以讲阳君是啥物？阳君是讲你爱囡仔的君啊，布条啊。哦，好，爱囡仔的君，我会使想，想着是啥物？所以讲伊个阳君叫做阳君。哦，好，我记一个哦。阳，所以讲阳是爱囡仔的爱。哦，所以讲嘛会使讲阳囡仔。对，嘿。哦，好。所以阮讲爱君。爱君，哦，阮袂讲阳君，阮会阳。好，嘛，若是找高一字，若是找高一字就会出现阳，就是阳囡仔，就是爱囡仔。爱，我记一下呢。好，是我写毋对。看起来是对的啊，也是。这边无咧。也是第2点无想爱君。我毋知咧。第2点无想爱君。无哟。系啊。安尼歹势啊。我看啦，爱。歹势，应该是第1声。是第1声。毋过应该是第7声。第七声无毋对啊。第7声，毋过就是第2点无想爱君。收即个字，连即字都无收。真正是。我这个收下。爱。应该有啊，系啊。有爱。有好。后壁个有字讲法度。爱囡仔尔。有啦，爱君，爱囡，歹势啦。伊是收金即个音哦。就特别。爱金君，我想看嘛，阮是讲囡仔讲君，阮讲金爱君。阮讲君啊。所以阮会讲爱君啊，阮袂讲爱囡啊。系啊。好。阳君、爱君、爱囡拢会使，迄是漳泉南嘛，我嘛毋知是安怎南法。好，继续吼。伊摕阳君带汉字甲地要去摕带传道。了解。摕无后来才知带传道有请人带伊去淡水，担心家己犹原避伫山呢，总是歹人在敲车煞。出休假了解。出休假若掠着，毋是若掠着番仔熊。番仔熊是伊的外号哟。番仔熊。若掠着番仔熊，收银300箍。等一下，所以讲贼仔，迄个歹人要遮尔想要掠伊，敢是因为伊有得罪啥物人，也是伊真有钱，所以讲
超工要掠伊，毋知继续看好。抢阮300箍，嘿，迄时在袂稳着，袂稳着是啥物意思？迄时在袂稳着，只走去淡水，走去淡水了解，袂稳定哦，稳定什么意思？我唔知。稳定。无收来看找台语敢有？无收稳定。稳定是啥物咧？也是若是找相关的咧，来看卖稳定。无。呀，迄时在袂稳定。敢是伊的有太破迄个声调？唔知咧。找看卖。稳定，袂稳定，啊无啊。袂。无。迄个稳敢是长起来迄个意思？稳啊？什么起来？藏起来，要秘伫山里，你就知影讲啊，无伫山里无法度个继续秘啊。我先。好，记好啊，先继续。迄时在袂稳定，才走去淡水，煞踮遐做生理。走去淡水都无人要掠伊啊，安尼嘛是真好。好，煞踮遐做生理。第13岁就入新学。所以讲伊迄个时阵才13岁才是少年哟。第13岁就入新学，后来受拜去点轮仔顶代理干，了后搁转去做生理。伊伫水塘骹做长老，真热心伫教会熬干净道理。教会内外的人真敬伊。好，了解。好，这段你敢要来读一遍？这段我啥无啥理解，到底是伫讲啥？伊是应该是讲伊大汉，伊迄个伫逃难系啊了后，伊就去淡水嘿。毋过后来就是后壁迄5-6纸，就是讲伊嘿，就是 conclusion， 伊伫教会的迄个会经过安尼好。单行拄着遮阻挡，真烦恼，就去甲詹稳参详。詹稳甲伊安慰讲：上帝逐位伫咧，你伫逐位通服侍上帝。法国拍台湾的时，礼拜日要去礼拜，拄着人抢，
拄到人抢拜堂，伊就带先团道走，家己的行李店拢无人拢互人抢了吼。带团道走的时，有对着搁对入来，迄碟高不将甲团道分开，随人钻入山里。单行拍伫山里，用竿要砍，后来搁走，煞跋落砍，就脱捌摕加大派行落来，对着看见伊袂认得，搁走到家东骹朋友的厝。装做捡柴人，安尼行到厝内的人讲，着紧去，歹人要掠伊阁想团道秘伫山，就招一个人做阵摕阳棍带番薯甲茶。要去带团道，找无后来才知带团道有请人带伊去踏水，但嫌家己游园秘伫山里，总是歹人要敲找，得敲找毋煞，出伤价。若掠着番仔形，赏银300箍，迄时才袂稳定，才走去淡水，煞踮遐做生意。伫13岁就入神学，后来受拜去踮轮仔顶。这个拜是不是应该是派？受拜，嘿，应该是应该是受拜才对。去轮仔海顶，骹讲会通。对。第二间，了后搁转去做生意。伊伫水塘骹做长老，真热心伫教会熬干净道理，教会内外人真敬伊。结果我是看无为虾米人要赏金要来掠伊。好，我解水。好，咁咪继续。好，咱后一个人。好，一个人。好，但起来，感谢你读。但起来，好，起来是上三角形。这字讲拍唔对，三角形，系啊，也是地方腔口，系啊，三角形的教会。伊是做失人，法国拍台湾的时，互歹人掠去刑罚，用人用人本要甲伊管。用人本。哈？用人本就是大便。人本，原来是安尼，用人本甲伊管好，才暂定，才太过，好，叫，这敢是叫？叫应该是第三条迄个叫吼，叫伊毋通信道理。我等一下，我画一个迄个第三条，叫伊毋通信道理。伊讲的确无放杀道理。讲毋免管，我家己啉。伊就安尼啉。为什么讲？为什么加写第5条？好，应该是啉。好。哇，好，你敢会这段敢会？咱读几个人吼，拢讲迄当阵歹人，我咧想讲迄当阵应该是就是。迄当阵的歹人是敢
应该是教案的，就是讲迄当阵因为什么叫做教案？就是教会诶教会诶案，我嘛毋知是安怎解释跟什么叫教案。哦，呵呵，还是诶，嗯，英语要安怎讲？唔知呢。迫害，就是啊，因为信用来甲你迫害，搁只啥一个词我煞袂记。咁是 prosecute，唔是诶，嗯，我咪我袂记啊。嗯，prosecution，咁是哦唔是？哦哦，哎 prosecution 哈，哎哎，无中文的讲法，嗯，哎哦，哎，这个即讲一就教啊，个教啊，即个案是 case 的意思对。嘿嘿嘿嘿嘿，基督教会 prosecution，伫即寡所在发生的种冲突事件，叫做教案，哦，含即别人的学校的教案共字，所以因为查袂着，教案就是即个吼，哎，好，各种因为法，prosecution case 安尼，对对好，对对对，嘿，好，叫做教案啊。好，咱读即侪人吼，我咧想讲现界拢是教案，就是讲迄当中因为含即个西洋人战争嘛，所以就是嗯甲即寡人先裂开讲再讲啊，即寡人都通番啊嘛，所以嗯嗯，为什物讲番刑，就是即寡人讲通番啊。我即摆咧含番啊战争，含即个西洋番战争，即寡人通西洋番。嗯嗯，我说为什物伫咧了解。即个清华战争的时候，即寡人拢去用迫害，就是安尼。哦，原来是安我咧尼。摇啦，因为拢无讲，也无头无尾，啊，就安尼讲。系啊，我咧讲有想应该是迄个迄，歹人嘿。诶，好来一嗯嗯，好，段我读了吼。解了解。嗯，好。但起来是属三角形的教会，伊是做失人，法国嗯拍台湾的时，互歹人掠去刑罚，用人分要甲伊管，叫伊毋通信道理。伊讲嗯的确无放杀道理，讲毋免管，我家己啉，伊像安尼啉，嘿，嗯，嘿，好，继续吼，后一嘿，好，段。是然后歹人要抢伊的家计，好，家计是啥物？伊的家嗯，伙我知啦，家计我毋知。家遐家伙我嘛知，嘛嘿有听过，啊，毋过家计家家啊过，是啥？台字典嘛无收，我来看下，我咧想是看找着你敢有？海报伊啊。系啊，敢是应该是 H 吼，家伙才对，嘿，对对对，我咧家伙。想，嘿，好，我来等我一下，我记一个家伙。嗯，抢伊的家伙就了解啊。好，嘿，总是因为伊的拳头真好，迄、个拳头，拳头拳头敢是我想的迄个拳头，啊，毋过敢毋是第五声？毋是迄个拳头是根嘿，底，哦哦哦哦哦，迄、个拳头，啊，拳头就是体格，敢是形体？哦，了解了解了解，好好好，根本啦吼。
毋知是即个哦拳头还是拳头，我毋知啦吼。哦，好，可能是即个啦，可能是即个啦。系啊系啊，嘿，鸡就是要那种滚肉的意思，嘿，敢是对对对，肉嘿，好嘿，好。我一时想袂着迄个词叫啥物，嘿，迄个想袂起来，就是体格嘿，很真勇健汉草，款的汉草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嘿，嘿，汉草真好，迄款的感嘿，觉吼。好，拳头真好，歹人毋敢随便挖，好挖，敢是挖镜的迄个意思。对，好好好，好，继续，毋敢随便挖，就假无夹刀听候伊要食饭。哦，应该听候中间应该有一个句点吼，伊要食饭的祈祷的时，才要下下手共伊下手了解啊，下手共伊迄个共甲是讲的意思。拍刚毋是刚是逗弄或者是欺负，即个共嘿，好，那我来记一个共。是创治伊的意思嘿，吼。对，嘿，好，等我一个我记一个，来记一个所以定来讲共囡仔。甲共囡仔。共吼，有诶大人就爱共囡仔，就爱好，饲大人，莫甲好，共你吼，要甲因为共，嘿，好，了解。好，要下手共伊，好，好，有一日，拄要食到的时，起来起来起来得祈祷，才会歹人做一个碗，有诶用刀挂伊诶鱼仔，鱼仔是鱼仔，敢是鱼孔鱼孔迄个就是鱼鱼。空嘿对嘿，好，有阮挂伊诶像阮鱼仔着发音无鱼仔，迄个鼻音啦吼，哦，像你讲话鼻音鱼啊，阮着讲鱼啊，好，了解。挂伊诶鱼仔，有诶用刀斧伊骹手，就斩令诶。好，嘿，伊诶棍拢有长去诶意思吼，是，棍拢有长。嘿，好好，这段你敢麦来猜？好，然后歹人要抢伊诶家伙。总是嗯因为伊诶拳头真好，歹人毋敢随便挖，就假嗯无夹刀听候伊要食饭祈祷诶时，才要下手共伊。嗯有一日，拄要食到诶时，起来得祈祷，才会歹人做一个碗，有诶用刀挂伊诶鱼仔，有诶用刀劈伊骹手，伊诶嗯棍拢有长。嗯，好，继续吼，后一嘿，段。好，拄着即款诶凄凄惨，伊也无放杀道理，反反倒热心，身躯衰弱，也是安尼。嗯，享受71岁，才互主调伊倒转。71岁嘛是袂歹，嘿嘿，对啊。好，这较早可能算长好寿啦，即嘛71岁是足殊上啦。对啊。好，嘿，这段你敢拄要来读？着即款诶凄惨，伊也无放杀道理，反嗯倒热心，身躯衰弱，也是安尼。享受71岁，才互主调伊倒转。嗯，好，后一好，一个，继续吼，后一个嘿，人等
单混停，哎，好，单混停，伊是福建人，福建省，福建人，东话，诶，应该是福建省啦吼。福建省，对，我把酒飞去啊，嘿好，福建省，伊是福建省，东话县金墩乡的人，金墩乡就毋捌听过啊，金墩乡，知影是一个金乡，墩哦，毋知是倒一个乡，反正就金墩啦吼。金墩乡的查人，嗯，东莞你知啦吼？我有知汉影，但我有听过同语，安，对，东莞嘿，好，继续吼，是好，出世是应该是出事，我咧想。出世应该是第三条吼，对，好，我画一个第三条，好，出世伫主后，哦，系啊，这本册，咩自头到搭有足侪年代，即马才出现主后哎，即个词出现，好，哦，主后151年。93岁的时，伊的老爸有搬家来台湾。即个搬家还是爱变调，也是本调，搬家也是搬家啦，搬家。搬家啊，但是你后壁来嘛，我是讲后壁有来爱变来，调，吼，搬家来台湾，好，是搬家来台湾，顺嘿，住伫五国区庄什么？庄五国五国区天庄，五国区庄金龙是啥物？金龙五国天庄的金龙，应该是金龙，应该是你讲，我咧又是毋是讲伊最惨？哦，金龙原来是即个很写文的金龙，真正是呢，做戏的意思。我看伊这是，这讲是金龙真正爱想一下，两年的讲法啦吼，嘿，我看你是，讲你讲吼。是拄也迄是个151年吼，即个伊来读过第八声吼，151年，151，151年，嘿，好，了解哦，是因为有变调吼，一对爱年变调啦哈，因为变调151年嘿，年，所以爱变调，好，了解，嘿，好，这段来，你敢若会读一个？陈云亭，伊是福建省东华县金墩乡的人，出世伫主后151年，到3岁时，伊的老爸有搬家来台湾，住伫五股庄金龙。好，继续吼，后一段，第21岁的时是主后，又出现主后啊，这是敢是写的人是无共的人，所以加就会主后系啊，主后173年就来做该牧师的学生，迄时也未有升学校，该牧师教是学生拢无伫定着的所在，敢若会变调定着的所在，定着的所在，定着的所在，拢会使啦。会使吼定着的所在，好，我是安尼有时读啦。会定着吼定着的所在，嘿，有时伫树骹，有时伫林家，有时伫家己的厝内，所以着缀伊跑走。这是第二条，也是第三条，跑呃，跑走，跑走对，好。第二跑走4分，
那读那报道互人听。了解。好，这段你敢要来读一遍？第二学时是主后173年，就来做该牧师的学生。迄时也未有新学校，该牧师甲是学生拢无伫定着的所在，有时伫树骹，有时伫人家，有时伫家己的厝内，所以就缀伊跑走四方，拿报道互人听。好，继续吼，后一段。当迄时，人真反对道理，有诶做谣言，有诶诽谤亵渎，甚什么甚至受困着。迄个甚至是什么？甚至哦，甚至哦，甚至受困着，安尼就了解。好，也捌伫缓解的所在，缓解的所在是啥物款的所在？番界就是迄当中哦，含就是即个，甲缓啊，嘿，甲对原住对对，交界，好好好。嘿对。迄当阵诶，台湾有足明显的番界吼，迄是哦，诶，有诶是用土去做一个有诶是沟啊，沟啊，有诶是敢若是吞起来安尼。哦，好好好，了解。好，继续。也捌伫缓解的所在拄着危险。有一摆，该牧师甲学生集组织礼拜，伫祈祷。迄时忽然有痴番手举刀是啥物款的刀？应该是一款刀吼。手举刀伫因甲只后上刀，好手举上刀伫因甲只后到祈祷，到祈祷明白因手出去。哦，所以讲伊无抬，也是无站落去，就是手举上刀要威胁伊的意思吼。好，先继续好。搁有一摆要去南平路站袂拄好，迄个路站敢是路的中间，还是啥物路？应该是。哦，好，路站袂拄好，有伫西潭尾。哦，有听过即个所在呢？西潭尾山间的对，西潭对，是对啊尾。对，应该是对吼，应该是我拄则目睭飞去。西潭对山间的树骹过暝，用叫啥物？用石做枕头。了解。到天光困醒的时，有看见人的身尸，身尸里因困啊？什么意思？有看见人的身尸应该就是尸体吼。离是啥物？离因困了解。离因困的所在，有离因困的所在无远，安尼就了解啊。好好。迄暝痴番出草害人，该在天父有保护因。好，
即了解意思，即段你讲迄个下一遍。了解所在叫做哇，到天光，到天光哦，所以讲拢毋免变调。到天天光，光天光啊，一个海分哦，有听过，嘿，有听过即个讲法，应该是应该是天光啦吼，大家拢讲天光，到天光哦，到天光困醒的时对啦，是安尼讲有对啦。好，来我来读。好，当迄时人真反对道理，有诶做谣言，有诶诽谤亵渎，有诶诽谤亵渎，甚至受困捉，也捌伫犯界诶所在拄着危险。即摆该牧师甲学生组织，组织礼拜伫祈祷，迄时忽然有青番手举上刀，伫因家只后到祈祷面壁，因就出去。拄则无查即个上刀吼，上刀，但是我查无呢，上刀无毋知啥物叫上刀吼。毋知迄是啥物款的刀。上是啥物意思？毋知。上刀敢是上老的刀？哦，我咧用啦，因为迄当上可能伫山里你扑迄个上树吼。哦，有理哦。我咧用吼。伫因家只后到祈祷面壁，因就出去。搁有一摆要去南平，路站未拄好，路站未拄好，你理解啦吼，就是路顶行甲无甲拄啊好啦吼，路站是无拄好。无拄好，有伫西潭底山间的树骹过暝，用石做枕头，到天光困醒，到天光困醒的时，有看见人的身躯离因困的所在无远。迄暝青番出草来杀人，该在天父有保护因。西潭底毋知是毋是苗栗遐迄个西潭底？应该是，系啊，我嘛感觉是。应该是啦吼。较早我一个高中同窗的是，就是遐个人西潭，就庄脚的所在啦。嘿，系啊，我就想讲有听过即个地方，即个地名。伊是山，我查者。嗯，但是即嘛算观光区啊。光区系啊，我应该就是应该常常听着拢是迄个啥物旅游观光的迄个题材地方。有啥物无看？应该有啊，也是爱加一个底。是。伊是我在山嘛，大山线经过。因伊即只就是拢是山啦，其实这只无啥物地，拢是山。系啊，无怪就是迄个观光区，就是去山顶佚佗安尼。对，拢无啥物比对啦，拢是山。客人啊，较早阮咧稻仓嘛是客人。客人嘿。客人兼迄个刮粉。刮粉是啥物？刮粉碟的迄个粉丝啊。哦，是。我之前伫即个高中农场的即个迄个群内底，我伫拢咧退刮粉碟，你找总。好。然后几啊年啊，因为我后来我都毋知啥物原因要离开迄个族群咯。我就无入去啊。是啊。好。好，来咱继续。
好，继续后一段，好，后一段吼，我已经第要8点了。已经对吼，时间到要9点，要9点嘿。我咱就到遮拄啊，好，无剩1分钟尔。加拄好一段好，81页吼，81页头一段读了，读煞，好，哦，时间啊飞快，好，系啊，足紧的嘿。好，安尼咱到81页，咱后抓再个继续。好，后礼拜继续来读。对时啊，开始读几集？敢是八十也是78页呢，78嘿81页。 78页到81页，嘿。好，安尼后礼拜再个。后礼拜继续来读，你会足辛苦袂？互你遮早起来。袂啦，安尼袂歹，安尼会使，嘿啊，要么就早就较早去困安尼就好。好，安尼。好，后礼拜继续，好，多谢，再会，晚安。安。